歡迎收聽 doTERRA Podcast， 我係 Dr. Brannock Riggs， 精油教育副總裁。今日我哋會一齊探討一種你最近應該聽過好多次嘅植物迷迭香。佢而家喺好多爆紅影片、護髮程序，甚至腦部健康討論入邊都出現緊。但係作為一位醫生同埋整合醫學從業者，我想同你講下科學點講，點解呢樣嘢對你健康嘅重要，仲有迷迭香點樣融入你每日健康生活嘅大圖畫入邊。特別係當你配合啱嘅營養同基本習慣一齊用嘅時候，迷迭香絕對唔只係一種煮食香草咁簡單，佢入邊有啲好強勁嘅成分，例如1.8桉油醇同樟腦，所以迷迭香先會成為咁多人信賴嘅好幫手。根據研究，我哋知道血液循環同神經傳導物質活動係同認知同毛囊表現有密切關係，但其實真正嘅魔法係要有嘅營養去支持同一啲系統先至會發生。好似以 Omega Plus 入邊嘅奧米加脂肪酸同 VMG Plus 入邊嘅甲基化 B 族維他命，因為身體唔係分開運作嘅系統，全部都係互相關聯。而家有3種有效方法可以用迷迭香精油，每一種都有啲獨特嘅好處。你可以用香薰機擴香2至3滴，讀書嘅時候用。我成日會同柑橘類精油或者乳香一齊用，佢可以平衡翻提神嘅香氣。外用方面，你可以加1至2滴落洗頭水，或者用薰床椰子油整個簡單嘅頭皮精華。迷迭香經常用嘅促進健康嘅頭皮環境，呢個對頭髮生長好重要。內服嘅話，你可以將1滴加落蔬菜膠囊度食，我會同1粒 E Omega Plus 膠囊一齊食，咁你就可以由多個方向去支持腦部健康。精油、奧米加脂肪酸同抗氧化支持。而家我想分享2個我最中意將迷迭香融入日常生活嘅方法。第一，草本定型噴霧，你可以用1杯蒸嘅水，加2滴迷迭香精油同1滴薰衣草精油，混合咗玻璃噴霧樽入邊。朝早同夜晚都可以噴咗頭皮或者髮根上面。運動後浸浴用嘅浴鹽，你可以加1茶匙瀉鹽。我知1茶匙唔算多，不過我哋用瀉鹽其實係做乳化劑，幫精油融入水入邊。如果你想加強對肌肉骨骼嘅支援，可以用1至2杯瀉鹽。之後加2滴迷迭香精油同1滴乳香精油。呢2個都係簡單方法，將迷迭香由一個概念變成一個習慣。而家我哋講下純度同效力啦。doTERRA 係西班牙同摩洛哥採購迷迭香，喺植物會喺盛開時收割，之後用蒸餾法提煉，保留晒全部植物化學成分。佢做出嚟有咩效果呢？就係有高濃度嘅1.8桉油醇。呢個成分我哋頭先講過，化學成分穩定可靠，無論你係擴香、塗抹定食用精油都一樣。當然，佢係 CPTG 認證，純正測試級別，即係話每一批都會經過嚴格第三方測試，次次都唔例外。所以我哋先有信心教大家內服使用，質量同穩定性都達到我需要嘅臨床標準。而家我想大家拉遠少少角度睇下，精油唔係咩魔法嚟嘅，佢哋係好有力嘅工具，但要發揮到最好效果，其實都要有合適嘅環境。記住，我哋都需要嘅營養素。所以當你將迷迭香同基礎補充品，例如 VMG 加、E Omega 加同 PB Restore 一齊用嘅時候，你就用住關鍵營養素去支持排毒酵素同大腦路徑。你亦都用奧米加3去調節發炎信號，同時你都冇滋養你嘅腸道微生物群，而呢個對荷爾蒙信號同營養吸收都有影響。咁你就創造咗一個系統，令迷迭香唔淨止係聞落香咁簡單，佢變成你臨床策略嘅一部分。如果你都好似我哋對迷迭香感到興奮，不如分享俾有需要嘅人啦。你可以考慮用5滴迷迭香、3滴乳香、2滴薄荷，再加分嘅椰子油加到滿。呢個配方對返學嘅學生好有用，對我呢啲專業人士或者40歲以上嘅人都一樣啱用。但唔好淨係送油俾人，記住要送埋呢個習慣，教佢哋點解呢支油可以成為佢哋每日都用嘅油。總結一下，持之以恆嘅用香薰、外敷或者內服效果最好，而且最有效。如果同嘅基礎營養補充品入邊嘅營養負因子一齊用，效果會更加好。
由採購到科學驗證嘅純正度，就係 doTERRA 迷迭香同其他唔同嘅地方。多謝你今日同我一齊參與。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可以去我哋個 blog 睇下迷迭香背後嘅科學，或者自己試下配合你嘅 VMG 同 EOMEGA 加一齊用。下次見啦，祝你身體健康，保持好奇心，繼續用最啱你身體嘅方法去照顧自己。